Hello，大家好，我係 K 啊。香港一手樓市咧喺過去嗰半年成績相當之亮眼，基本上咧每一個月都係破千宗嘅，尤其係呢個豪宅市場啦。K 自己都好開心啦，就喺9月份咧成功幫客人配對咗一啲離港島嘅一個豪宅新盤。所以今日我就嚟到咗呢個中半山，我身後面嘅呢個竹林園咧更加非常之威水啦。開售短短1個月之內就已經咧火速咁樣去售出咗68伙嘅大宅。事不宜遲啦，而家即刻跟我入去睇下。話咁快 ，K 就已經上到嚟竹林園82座嘅2號室。咁成個套樓面積咧係有接近2200尺，係屬於一個4房間隔嚟嘅。由於佢咧地段好優越啦，位處呢一個中半山，所以住喺呢一區嘅租客咧大部分都係咧高管啦，或者係啲領事館嘅一個要員嚟嘅。大家過嚟睇下，喺呢一邊咧就可以欣賞到一大片嘅好開揚啦，同埋好翠綠嘅山景嘅。咁同埋直望咧都會見到我哋香港嘅地標啦、跑馬地球場啦，佢咧係同時兼具咗呢個寧靜啦，同埋一個咧繁華嘅生活。而呢種舊式嘅豪宅咧，佢嘅間隔設計都係非常之有心思嘅。佢呢一個範圍咧都做咗一個天窗啦，如果可以提升翻室內嘅一個通風同埋採光度之外咧，亦都可以方便翻啦家庭成員咧就可以隨時咁樣去欣賞翻出邊呢一個咧咁靚嘅一個景緻嘅喎。實用面積有差唔多2200尺。所以成個客飯廳咧係非常之闊落啦，同埋飯廳個佈局分明。喺飯廳嘅位置都可以放到咧一個8到10人嘅大餐台。而飯廳嘅後面咧就係呢個廚房。個廚房咧空間相當之寬敞闊落，充足嘅備餐空間啦。咁上面咧基本上啲家電用具都一應俱全嘅啦。就會係呢個洗衣、乾衣嘅一個空間嚟喎。想浪費咗呢個成片嘅空間嘅話咧，都可以將佢執一執佢，變咗做一個工人姐姐嘅房間啦。譬如2到3個工人姐姐一齊喺度生活都唔係問題。所以咧，佢哋話舊式嘅豪宅設計咧，相對嚟講係比較人性化。K 而家帶大家一齊穿過呢條長長嘅走道，喺呢邊左手邊咧一個客房啦，同埋最靚嘅主人套房，都係向翻廳房同向嗰邊最靚嘅景色嘅。咁呢一邊咧就會有一個客廁啦，亦都會另外嘅2個房間。咁就會望翻咧後面嘅樓景為主嘅。我哋而家一齊先睇下最靚嘅主人套房啦。主人套房嘅設計咧，其實基本上同客廳個風景窗係一模一樣啦。咁就可以方便咧去欣賞翻出邊呢個咁靚嘅景色喎。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啦，喺個房間入邊咧放咗個3邊落床嘅傾山雙人床咧，每一日起身都可以欣賞到呢個翠綠嘅山景啦，同埋香港嘅夜景咧都非常之迷人㗎。咁到夜晚咧萬家燈火亮起嘅時候，咁就可以喺屋企咧好舒服咁樣欣賞到呢個香港嘅白蘭夜景啦。房間嘅空間非常之闊落，3個到頂嘅衣櫃。咁相信咧仲有多個衫褲鞋襪咧都唔怕冇地方去收納啦。呢邊仲額外俾多2個收納櫃嚟喎。主人套房嘅獨立衛生間入邊就有一個露自然浴缸啦，同埋一個咧淋浴空間連埋花灑頭嘅。就係佢呢度俾咗成排嘅大鏡櫃嚟喎。入到嚟咧，主人套房隔離嘅呢個房間。咁做翻一個咧，好似3角形咁樣嘅設計啦，咁就向翻唔同嘅方位。咁香港嘅景緻咧，日夜都有佢自己嘅風味。我時間欣賞到呢一個翠綠嘅山景啦，同埋一個咧繁華嘅天際線成形。而呢一個嘅客房亦都係做翻成排嘅到頂衣櫃啦。咁至於咧望翻後面呢一個樓景嘅呢2個客房咧，亦都係間隔係方方正正，非常之實用。如果屋企成員唔多嘅話咧，就係將佢拎嚟做翻個書房啦，或者工作室，可以喺度睇下書、做下嘢，enjoy翻個安靜嘅呢間嘢。好多客人都會咧比較關心有冇雜物房啦，呢度就會俾埋一個儲物室嚟啦，相當之闊落，咁都可以放翻啲屋企嘅收藏品或者用品嘅。竹林園一個好大嘅賣點咧，就係呢度嘅車位係1配1，因為好多時阿 K 咧啲客人都會問，就會好關心有冇車位嘅問題啦。咁另外咧，竹林園佢而家個會所咧就係翻新緊嘅。就會提供到呢一個嘅健身房啦，有宴會廳、有泳池啦，同埋仲會有半山區規模最大嘅一個兒童室內遊樂場。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咧，呢一度就非常之適合呢一類嘅家庭客戶啦。呢一度咧1層只有2房，而且係俾咗2部嘅電梯。咁其實你簡單啲理解，等於咧1梯1房，咁嘅私隱度相當高啦，啱就係中意低密度高私隱嘅呢個客戶嘅需求。心動不如行動，快啲約阿 K 過嚟參觀佢嘅現樓。快行一步咧，去鎖定你嘅心儀大平層啦。而家香港樓市嘅利好因素多，發展商都會慢慢開始咧提高呢個定價，所以咧早買早着數啊！如果中意阿 K 嘅介紹咧，記得點讚、關注同埋分享我嘅影片俾你嘅親朋好友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